苏州这个季节的时令美食怎么能少得了青团子呢？大家心心念念的青团子终于上市了啊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呢是100个，是刚刚出锅的。那么这个青团子的颜色呢非常的诱人啊，而且看上去就比较有食欲。我们看这位阿姨呢在分装青团子的动作非常的娴熟啊。那么她这个一小盒呢是6个装的，刚刚好。边上呢还有几个阿姨在手工现包青团子，他们就是这样随意的一捏一个青团子就好了。那么现在正在包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口味啊，豆沙馅儿的。我刚刚买了2个，刚出锅的啊，尝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吃的是最经典的一个口味啊，豆沙馅儿的。那么这里面豆沙呢，看上去就是非常的绵软细腻，而且它混合了猪油的香味，甜度呢也是刚刚好，真的是超级好吃，非常推荐给大家，是不容错过的一道苏州的时令美食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。